中山馬鞍島置業選哪裏好呢？那必須是中興智慧城了，距離香港澳門碼頭僅5分鐘車程，近深中通到香山站，往返港澳超方便。出門翠湖濕地加濱海沙灘雙公園，自住度假兩相宜。我而家企喺入戶門口，先講大家最關心嘅贈送空間。呢間房完全唔計產權面積，純贈送，做茶室、細路遊樂房、客房都得。行入客廳，正中南北對流雙陽台，成屋穿堂風，南方潮生，天都乾爽，唔使長期開冷氣。4米多開間很是開闊，企喺主陽台望出去，2100畝的翠湖濕地公園同濱海沙灘公園全景盡收眼底。周末落樓散步，吹吹海風，踩踩單車，養老休閒氛圍咁拉滿。香港搵唔到咁大片生態綠地，居住非常的舒適了。最遠處是濱海沙灘公園了，看看這沒有邊際的大海，港澳朋友們過來可以到海邊走走，吹吹海風，超級舒服的了。養老生活非常不錯的選擇了，香港找不到這樣的景觀了吧？客廳連通餐廳同廚房，開間開闊，朋友從港澳落嚟聚會都唔逼。廚房空間夠闊，中意煮港式餸，打邊爐都放得開家電。生活陽台收納雜物，乾淨整潔。再入內休全部休息房間，動靜分區，客廳熱鬧，完全唔會吵到房內休息。117坪做到5房2衛，適用率近乎100%。3代同堂，多子女家庭，長期港澳兩邊住都夠用。每間房採光通透，部分房仲有景觀，自住或者短期出租，回報率都可觀。交通、景觀、實用率、贈送面積，全部踩中港澳朋友需求。想實地感受湖海景觀，隨時約我。